夜家长相思。我母女进城去买花灯，不料胡从平地起，女结果花公子屈下心，叫路相走我亲生女，还将我结婚才西城。
记得那坤祥先生是我呀，三女长须年关马，身材高大脸长生，不非真是独行我哪儿来的？最想门庭的黑身，千秋万人黑的尘。女儿一去不复返，那坤祥先生你可怜他一落虎口也离为人。望奴天意，安中有令人惊。苏公船长满身，黎明照见远南山。他说道：“王府扎针已相识，莫非是杜大人？我奉我命来追查，莫怪正好先扎头。吃饭不把他害死，也枉为害在恩师一门生。妈，先生啊，谢阿廖大人出京来了，留不进去报他一场。什么事？官官相护。非正理事到先被百姓骂了。大妈，想那些秦大人是海贼先生的门生，他为官清正，定能替你做主。此次是来告的听，你他但去告就是。你能替我写账吗？小子们，公子在家兴外门，王府为他找媒人，打破条面事啊！一路偏翁对对人，站住！就我是。据丈人丁立志，暂告宰相之子王正明将抢民女之事。呵呵，老七婆，你真是天让雨露你不追，偏要在老虎队上不苍蝇。快上！是谁吃了包子蛋给你做的茶？起来！你把账子卖我！
这小子倒为两岁。你等等，你等等。莫非跳进下去不成？这墙高，好也跳不进去。他一本能跳得进去。是哪家的围墙？是先生吃的张总府的好，墙。咱们继续走。慢！这老头子脾气古怪，不要去杀他。哦，难道我们也罢了不成？这，我自欲大礼，回去。回去啊！
来可无踪影，心在月路花花影。哎呀，花落本色顾不得，心到了今再来陪情。老爷，是在这里饮酒上酒。看今夜就花开的女人啊，见了大人与奴之恩啊！非也，这花内花中饮食，不为奉上大顺听令，为臣也该是此，要与高风两心。这话好比老爷，比不得。这话乃是他约命之语，是我的老师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，老夫一杯下肚，血雨用了。总得一元酒，四季女也生。哎呀，老爷，这杯酒我不知被哪个取坏了，你来看，你来看。真的拆坏了，不知是谁这样的小心啊！哎，你来看，这只一捆细，好像刚刚拆过。园中营业华人，你据我仔细的数。你是何人？为何闯进我家花园？这个皇家，我家张老爷只写上两个字的大人，这次问话为不快讲？大人，本身乃是江湖相识，只因昨日在云台上冒犯了王府，私自跳进贵妇花园，才得免去一场祸事啊！王夫是谁呀？是吉祥公子王德明许下的恶怒，此人凶恶的很呐！只要他们也罪状大减，百姓都上老夫来了，老夫来了，死三分道。哼，真是与其母必与其子，与其祖必与其奴。明星离散都是为官不正之故。那你今天在花园外有何事？
凡生是不小心失落，宁知一定。家园，是你为先生到前听此话人一地，恕他出府。是。谢大人。哎呦，今因为人行道出去岂不遭殃？大人好心难以度报，今日因为不知可要相偿一面。家务生女，老夫是素来讨厌的。哎呀呀呀！万生少尉吹破风声，早去攀龙附凤，也不知让我讲无了。是此请说。高手。才因目击王法监管，君子为国不能服，照出讲。哎呀，不错！我在京都天真实过，苏州张仁府是个好国，与上司府立之万家，我就照此而讲。大人请离座。请站过。请阳山。哦吼，请身归手一响。哎呀呀呀呀！大知是夫，私之是报，夫妻报，报也夫。赵大人的真相可来吗？哎呀，大胆的讲吧。大人啊，上次昏庸没所想，大人一起作为家，听要不见不得你，强把王堂为王冠，呀我你要他把官司老嫂官相上，老夫的心思都被他讲出来了。我看你在过呀山是好他，大发担心还要不君啊讲。这是不得了，像老夫这家烂晒惯了，不妨朝中引申理清，那与东山这妻之事。菩萨心的经营，定要报他一番。大人啊，夜来3月关雎家，我心愿这谁早晚为老讲呀，他吃言不着，妻女不忘，不中必有大罪。等我来问他一问。啊，先生，你家在哪里？姓甚名谁？这个费得经营不如证明，我把昔日插成狱中粮食委得于他。大人凡生心与民众亲，乃善因神事。先生，我看你不像一个老
江湖之人。时来惭愧，半生云事，时有一日，只因家道中落，不得已在江湖宽享的哟。哎呀，可惜呀，可惜！哎，先生，你记正一日，老夫刚才第四两句，喏，你可否与我说了下去？隔壁长官说的了，今上真可听话，是此方事了。总得一元酒，四句女言声。离别不牢记，志在千里矣。哎呀，写得好啊！见他会字里行，字句句同我心。他年轻英俊才也好，志气高超与贤诚，想老夫膝下与女无一子，亦要随他做命令，心中有意难启口。他人啊，为我多事安成意。先生满腹文人，浪荡江湖，实在可惜。老夫已约随你做一个命令机制，在我府中立志公道，实有请用的路，也可激我所知。少不离命，不知你愿是不愿？这个人混者，我憎他非，拜他不得。怎奈我失了金银，不是拜他为伍，以便寻找金银。是此弟弟在上，请随儿一番。哎呀，老不得呀！弟弟不管不请哦。台上一副老天在，自动保儿是情人，一朝水空望君意，如此同为保不成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哎，家园，是你吩咐下去，请到北野。哎，请出小姐，兄妹相会。放你阿中青儿啦，哦，弟弟再为我到厅堂去吧。是。哎呀，去吧。一生无
小姐，我正在找你呢。不是，老爷在堂前拜酒，请你去兄妹相见。兄妹相见。刚才也想了，在这里失落什么？失了银子一锭，老爷命他活了2句诗。喏，你看。里边不牢记，自在千里；里边牢记。哎呀，你看，他把大爷命我造梦的4句都猜进去了。哎呀，真是好英文，好文采。是啊，老爷说他文在出众，神在出众，因此宣他为命令继子。现在堂前拜酒，请你快快相见你。哦，去。